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沪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27%，深成指涨0.39%，创业板指数涨0.51%，北证50涨1.76%，全市场成交额19718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放量2270亿元。全市场上涨的有3702只，下跌的是1650只，还有119只平盘。主力资金流出是500多亿。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天沪市呈现出一种小幅震荡上行的态势，给人感觉是在积蓄力量，要来一波想要突破这个压力位站上3400点。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不对头比较蹊跷。首先今天又是最后1个小时这个有资金护盘，本来它是要下行的，要收根绿线，最后1小时主力资金进场，出现了缩量护盘的这么一个局面，把指数也给拉回来了。这个满满的一个套路给人感觉是有问题。这个第二个今天接近2万亿的成交量，这个成交量是很健康的我说了1.5万亿以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风险，它现在是1.9几万亿，但是它不涨，这个叫放量滞涨。实际上这个作为老股民一般的遇到这种情况都比较谨慎的。第三个就是周末还有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好消息，按理来说今天应该放量往上一涨，一根阳线，但是叫该涨它不涨，那必有这个原因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吧一个重要的会，对吧？一些这个民营企业家包括以前受各种传言困扰的这个马云，大家想象一下都欢聚一堂在开什么会。按理来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沪市应该来一波，不敢说暴涨至少会来一个大盘，而且量已经放出来了1.9万亿，但是它不涨，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个人感觉该涨不涨，那保不齐明天后天就来一根大阴线呢。本来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大家知道把这些民营企业家叫过去开个会，这实际上就是在给市场打气表明某种立场。但是似乎这个资本市场它没有买单，还要下跌，最后逼得国家队出手，尾盘把它拉回来，这本身已经说明问题说明这个恐怕资本还是比较小心的。所以这个沪市的金融消费者要提醒，要警惕就是该涨不涨，恐怕就有暴跌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什么 DeepSeek， 关于哪吒这些炒作已经进入尾声，到了兑现的地步首先你看受哪吒票房大卖热卖的影响，这个光线传媒也是暴涨了新浪财经报道就上海证券报说光线传媒5分钟巨震40%。今日早盘热门股光线传媒股价巨震，开盘约1分钟触及涨停，此后快速回撤，不到5分钟内又触及涨停跌停5分钟振幅高达40%。在此之前，受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大超预期提振，光线传媒上周五5个交易日股价全部涨停，单周涨幅高达149%，公司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元。你看这炒作到了顶点了，极端疯狂。成交数据显示，光线传媒今日开盘报40元每股，高开幅度超过15%，9时31分，光线传媒股价封上涨停，涨停价41.68元每股，但随后涨停板很快打开，股价快速回撤。9时34分，光线传媒股价翻绿，9时35分，光线传媒股价跌超10%，最低触及27.84元每股，走出标准的天地板走势，振幅高达39.85%。说截至发稿，光线传媒报33.09元每股，下跌4.72%，成交额超过110亿元，公司市值约970亿元。此前受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大超预期提振，光线传媒上周5个交易日股价全部涨停。你说这个一个电影卖了100亿的票，这个上市公司居然1周里面股价涨了150%，这什么概念？春节以后光线传媒累计上涨超过260%，公司市值也从春节前280亿增长至上周五收盘是1019亿元，这什么概念？这个光线传媒它从这个哪吒
魔童闹海这个片子票房里面，它能分多少钱呢？这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啊，就是它的票房是100亿，那一般的院线好像是要拿将近60%，也就是说40亿是制片方他的所有的这个收入。这40亿里面，你把这个该分的钱分掉，比如演员工资、制作成本、宣发费用、各种税，那光线传媒啊，就顶多从这个哪吒这个影片上面赚20亿，就已经是破天荒啊，就到了天花板，就这么多钱。一个影视公司啊，靠一部片子蒙对了，赚个20亿，能支撑它1000亿的这个股价吗？市值啊，所以说这炒作啊，已经到了顶点，还怎么炒？还想涨到2000亿是吗？我看这个人民日报啊，对哪吒魔童闹海这个片子也做了个评论，人民日报已经把这个上升到文化自信。不过最近啊，这个外资机构啊纷纷看好胡适，看好中国资产，这个确实啊，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开始唱多了，这给人感觉他是要跑路啊。这个高盛说啊，预计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会使得中国公司每股收益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 2.5%， 将名胜中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未来12个月目标点位分别提升至85点和4700点，预计上行空间分别为16%、19%，就是未来1年啊要涨19%。DeepSeek 以及其他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现，因其全球竞争力和成本效益，改变了中国科技的趋势、增长前景改善以及可能的信心提振，将会提升中国股票的公允价值15%至20%，并可能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资金流入。恒生科技指数和中证1000指数在关键指数中更具高科技和人工智能代表性，主题上偏好数据和云以及软件和应用程序。这是高盛啊，这个彭博社啊12号发了一篇文章，说啊，专注于印度的 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啊出现资金外流，但对冲基金上周以4个多月以来最快的速度抢购中国股票。据高盛上周单周数据，除中国 AH 股外的新兴亚洲市场出现17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出，印度和东盟国家与地区共计净流出6亿美元。所以这个标题啊叫印度不香了，全球资金正从印度股市转向中国。当然了，这些机构的说法啊，也只能是仅供参考啊。如果你要当真啊，说不定过2天呢，马上也开始唱空，反手给你一个大耳光啊。根据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啊，说春节前后股民人均赚了3万，中国资产狂飙，股民人均赚3万。春节前后1月13号到2月14号期间，那正好1个月啊，港股与 A 股市场呈现出全面爆发的态势，中国资产在全球资本市场中脱颖而出，涨幅领先。在全球主要指数中，尽管欧洲股市表现较为出色，但港股的表现更为亮眼，其中恒生科技指数涨幅超过 29%， 几乎在全球主要指数涨幅榜中独占鳌头。与此同时，深成指跻身全球主要指数前10行列，这一系列表现使得中国资产在全球市场中格外引人注目。春节前1月13日 A 股总市值80.5万亿，截至2月14日，两市总市值达86.97万亿，市值增加6.42万亿。按照2亿股民粗略计算，春节前后股民平均浮盈3.21万啊。现在金融消费者人均啊赚3.21万，但是啊这3.21万能不能把它捂热，这个就很难说了。即便啊人均是3万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呢在这1个月里是赔钱的。我一直不看好胡适啊，对吧？理由说过很多啊，最主要胡适他自身啊有病，他是一个零和博弈，上市的这些企业很难为股东为股民创造利润创造财富，他们欺诈上市，上市之后做假账，想赚钱全靠新股民新韭菜进来割他的韭菜。一个市场5000家上市公司，对吧？他不能源源不断的从这个市场中啊赚钱来回馈金融消费者。所以说这个胡适就是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钱。那你看社保基金它是不能赔钱的，各种保险它也不能赔钱，国家队不能赔钱，那这些人都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失。那请问谁该赔钱呢？就是他们还要赚钱，那你说他们赚的钱从谁那儿赚？那就是金融消费者，就是韭菜，对吧？你把这个道理搞懂了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胡适目前啊不值得参与，并不治好，没有牛市。那韭菜在股市亏的钱亏到哪儿去了呢？不光是被国家队社保基金给你割走了，第一个这个交易所交易费用还有交税，各种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费用是在0.1%到0.5%之间，就是交易佣金呐、印花税呀、过户费呀、契税呀、经手费、证管费，券商给你要的那个钱啊，这些费用啊，你每交易一次，你都要把它割掉一点，这个没毛病吧？这个钱被谁收走了呢？流出去了啊，不在胡适。第二个费用呢，上市公司融资拿走了，这人家 IPO 上市拿走100个亿，那钱拿走还银行，拿走花去了啊，从股市这个蓄水池子里把它抽走了。第三部分钱是大股东。人家大股东到了解禁的时候啊，他把股份抛掉，由这个金融消费者去接。他把钱拿到之后干什么呢？他把钱拿的时候是买别的股票吗？不是的，他拿了钱就走了。当然了，他也可能去投资，对吧？去买地、盖房子、买机械、再扩大投资等等，这有可能。更多的是把这钱啊润到国外去了，大股东减持抽走很多。那第四笔钱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保赚不赔，就是国家队、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他们拿多少就看他们的心情，看他们的投入，总之不能赔啊。第五部分呢，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炒股的高手私募，或者说的所谓的你比如说包括这个，对吧？量化基金人家割韭菜只赚不赔，人家人工智能大模型专割小韭菜。你看这5刀下来，你从哪儿赚钱呢？对吧？就是散户基本上只有亏钱的份儿，即便暂时赚了点钱，靠运气赚点钱，对吧？瞎猫碰到死耗子，买了一只什么科技股，或者买了一只人工智能 AI，这个月赚到钱了，或者瞎猫碰到死耗子买了光线传媒赚到钱了，但是这个钱你肯定捂不热啊，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不仅要本金，还要加上利息要送回去。这就是散户的命运，这就是零和博弈市场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你看，你这么一看之后，它都不是零和博弈啊，它是负的。有人就说了，那工商银行那金融股每年分红，茅台还分红，这确实有分红，但是你看看，你再算一算增发，上市公司它还增发呢，增发不又是抽水吗？你每年分红那点钱够不够人家增发的，对吧？很多上市公司一没钱了，他马上想着就增发，跟这个金融消费者再募集一笔钱。既然人均这个春节赚了是3万块，那我想胡一金老师他水平比这个普通的散户还要高一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一金老师肯定赚的不止3万，怎么着也得5万。我为什么这么说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胡一金老师最近又飘了，昨天前天居然说俄罗斯熬出来了，他自己都知道这个特朗普要拉拢俄罗斯，对吧？一起对付大国。胡一金老师居然说俄罗斯熬出来了。今天胡一金老师又发个微博，这更有意思了。他说特朗普把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所有梦想都击碎了。你说这哪儿到哪儿呢？现在还在扯皮呢，他就说特朗普把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所有梦想都击碎了。碎了吗？说现在回头看，泽连斯基放弃当年基辛格为乌克兰指出的中立路线，一边倒向北约，铸成了大错。也就是说来说去就是你没有投降，铸成大错，对吧？当年要汪精卫投降是一个道理和平方案虽然仍需谈判细节，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放弃几乎全部被俄占领的土地和至少几十年不得加入北约的态度都很决绝。泽连斯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胡一金老师又变成了特朗普肚子里的蛔虫特朗普一举一动，特朗普想法他都知道。这个特朗普到底有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这都打个问号，就他自己能不能说得清楚，都要打个问号。胡一金老师怎么就知道了呢？特朗普到现在公布过他的和谈方案吗？这根本就没公布过他现在只是在极限施压。特朗普说过要乌克兰放弃被俄占领土地吗？特朗普只是说双方都要让步，对吧？这些话本身就是叫片汤话，就是叫正确的废话。你只要谈判，你双方肯定得让步都得让。如果说一方不用让步，另外一方让步，那就是叫无条件投降，那就是有一方战败了。现在是这个情况吗？是哪一方直接就战败了吗？承认自己失败了吗？所以这个胡一金就为他的俄爹那真是操碎心就信口雌黄，张口就来说泽连斯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那特朗普要他签那个50%稀土的那个权益，泽连斯基不就没签吗？为什么不签呢？既然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那这签了不就完了吗？说苏联解体后，前华约国家和波罗的海3国
国全部都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择前者，而且成功实现了战略跳转。你对比一下啊，波罗的海三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发展，不要说波罗的海三国了，就是整个东欧国家跟俄罗斯对比一下，这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谁愿意加入跟俄罗斯搞在一块啊？他说泽连斯基想复制他们的路，但乌克兰的情况截然不同。俄罗斯视乌克兰为抵御北约东扩压力的最后缓冲区。这个实际上俄爹啊自己想加入北约未遂，对吧？4次加入北约未遂，他加入北约不行，那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你就不能加入北约，这叫霸权主义啊！就是我加入可以，我没有加入，那你也不能加入。但是胡锡进老师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这就是慕强心理啊，就谁强谁有理。胡锡进老师说啊，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约90%的居民使用乌克兰语，东部顿巴斯地区则有72%的人口以俄语为母语。乌克兰国家认同一直受文化割裂的牵制，政治风向在泽连斯基之前也是在亲欧和亲俄之间摇摆。不要说乌克兰了，你就连胡锡进这些黄俄不都是亲俄吗？你这黄俄跟俄罗斯有什么血缘关系吗？有什么文化吗？关系吗？啊，加头老师胡锡进老师说俄语吗？胡锡进好像是在俄罗斯留过学吗？或者他在国内学的还是俄语方向？乌克兰有很多人是俄罗斯人，说俄语，或者他们的父辈是从俄罗斯迁移到乌克兰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前苏联嘛，他们到处工作很正常，工作调动。你像那个谢尔斯基，他不就是俄罗斯人吗？人家是乌军总司令啊，现在就是率领乌军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跟母语有什么关系啊？这都说俄罗斯语，那就是都是俄罗斯这国家的。那你别忘了胡锡进老师啊，不要忘了啊，大国啊，还有一些地方那也是俄罗斯族啊，那是不是也要割给俄罗斯啊？俄罗斯周边哪个国家没有俄罗斯族人呢？没有说俄语的，照你这么说，那都得划了给俄罗斯啊。所以你看啊，这些头部黄俄啊，那个丑恶的嘴脸，那一脸的汉奸相。你要说人家说俄语的俄罗斯族想加入俄罗斯，你还能说得过去，对吧？你是夹头胡锡进这些人，一没有俄罗斯血统，对吧？二也不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他也要加入俄罗斯，你说怎么解释？他也心里向往俄罗斯，只能说明啊，要么就是他们确实俄罗斯是他们的生父啊，生理学父亲，要么就是拿了俄罗斯人的钱，是俄奸呐，只能这么说啊，要不然你解释不了，处心积虑的为俄罗斯辩解辩护，为侵略者洗地。下面啊，胡锡进写了一大堆，说1000道1万，那就是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是天经地义，这乌克兰就该打。谁让你不从普京呢？胡锡进说啊，泽连斯基下的赌注是西方会一直对乌克兰支持并援助下去，直至普京政府垮台。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基本上赌输了。过去的3年里，乌东地区占乌克兰20%的领土被俄军占领，数十万乌克兰军人和平民死亡，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被毁。泽连斯基要乌克兰人相信整个西方会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起，乌克兰被占领土一定会恢复，北约对乌克兰安全保障将成为现实，所以付出多少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他们一度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现在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绝大部分要求，包括承认失去土地、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美国还拒绝参与未来乌克兰地面维和部队。所有这些条件等于是要乌克兰以投降换和平。你看啊，胡锡进老师为什么说俄罗斯俄爹熬出来了呢？对吧？特朗普现在还跟普京还没会面，这个所谓的和谈方案还没拿出来，胡锡进老师已经宣布啊，俄罗斯赢了，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就这么对一个被侵略的人呢，对弱者就怀有这样的敌意，对吧？对这个侵略分子啊，对一个常年啊几百年来不断的侵略周边国家的这么一个流氓，大加赞扬。你说这些人到底图什么呢？然后他还说啊，泽连斯基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胡锡进最后说啊，任何小力量加在敌对的大力量之间都要有中立平衡外交意识，完全倒向一方，与另一方为敌，永远是小力量的定时炸弹。这胡锡进老师说的这个话啊，貌似很有理，实际上就是个屁话。一个小国啊，夹在什么大力量之间可以中立，那纯粹是这两个大国啊不愿意撕破脸，所以那个小国还有中立的余地。以白俄罗斯为例，你让白俄罗斯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中立，做得到吗？所以这个胡锡进啊，这纯粹就是信口雌黄啊。这个白俄罗斯他只能要么一头倒向俄罗斯，要么一头倒向西方，他没得选择，他怎么选？乌克兰也一样，要么倒向俄罗斯，要么倒向西方，他选择了倒向西方而已，不想跟这个流氓在一起混，就这么简单。那这些黄俄他就认为你乌克兰跟俄罗斯是同文同种，
啊，有什么300年前都是一家，你为什么要倒向美西方呢？你就应该倒向俄罗斯。在这个底层逻辑之下，那未来这个蒙古，对吧？还有这个黄河以北，都得倒向俄罗斯。为什么？你800年前不是一家吗？都有一个蒙古爹，那是共爹的，对吧？共爷爷的祖的兄弟啊，对吧？你跟美西方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跟俄罗斯还有血缘关系，远亲嘛，对吧？照胡锡进这个逻辑啊，那都得倒向俄罗斯就对了。然后胡锡进说美国虽然向乌克兰战场投了很多钱，但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利益埋单，而他的全球战略又使他在欧洲方向权衡3心2意。美国背叛过很多盟友，如果为了其他利益让他再牺牲乌克兰，他不会犹豫。尤其是今天白宫主任已经换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易变、最信于搞交易的特朗普总统。这胡锡进自己最后也说了特朗普易变最信于交易。那你这么早给特朗普下结论有什么用呢？保不齐下个星期这个特朗普见了普京以后又逼普京投降，那时候胡锡进老师情何以堪呢？又怎么去分析呢？所以在这些头部黄俄的眼里乌克兰只有投降一条路，你只有踏踏实实抱着普京的大腿，其他的一切做法都是错误的。就这些黄俄他也不想想为什么，就为什么别人必须要抱着普京的大腿度过残生谁不想像东欧的那些国家一样，从那个阴影中摆脱出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的这个国家？谁愿意像白俄罗斯那样，对吧？一服务就30年呢？那俄罗斯普京也是一样，一服务还上瘾了。胡锡进老师最近越来越飘，实际上就是在胡适恐怕又回血了，甚至多收了3-5斗，所以就飘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